最近喺淘寶買咗3件火災神器，就係濃煙過濾面罩。咁咧佢係密封包裝嘅，用嗰陣時咧就剪開個膠袋，佢有一個膠樽，用嘅時候你就要掹開佢，裏邊就係呢啲類似活性炭咁嘅嘢啦，即係佢叫光觸媒。咁啊，主要咧就係要嚟過濾嗰啲毒煙。咁啊，其實活性炭過濾啲毒氣咧，就都唔係新鮮嘅事物嚟㗎啦。都好耐嘅，係好耐嘅產品嚟㗎啦。咁啊，用嘅時候咧就打開佢，佢咧裏邊咧有個好似啲咁面罩嘅嘢，咁咧就吸實塊面嗰度啦。然後咧就拉實面罩嗰條帶，咁啊令到個口罩貼實塊面咧，咁就有呢個可以過濾啲濃煙嘅效果啦。咁同埋另一個好處就係，因為如果你落樓梯嗰時候，如果啲樓梯係佈滿咗濃煙，一來你吸咗嗰啲濃煙會毒死啦，會行唔到幾耐你暈低啦，因為裏邊有一氧化碳嗰啲咁嘅毒氣。二來咧就係啲濃煙會醃眼嘅，咁你都行，你擘唔大眼行，咁你點走咧？咁佢就有另外就係有個會有個膠咁嘅屏幕啦，咁就保護你啲濃煙就入唔到眼啦，咁方便你走嘅。咁啊，另外就佢會有埋呢個中國國家嘅消防證書啊，佢係證實佢有咁嘅過濾毒煙嘅功能啦。咁我就買之前咧就喺淘寶嗰度同個客服問佢，因為佢咧就有2款嘅，一個就話係酒店擺房用嘅，一個就係家用嘅。咁因為其實喺大陸咧，每間酒店如果你住大陸嘅酒店，你打開佢嘅酒店房嘅裏邊嘅衣櫃咧，你都會見到有2盒嘅。呢個就係大陸嘅法例咧規定，大陸嘅酒店同埋卡拉 OK 要有呢啲防煙嘅設備啦。咁我問佢有咩分別，咁啊客服就話咧，你咩用㗎？係酒店用定係家用啊？我話係家用嘅。佢話咧，家用咧你就要買翻家用嘅嗰個好用啲咁樣。咁啊家用咧就30幾蚊一個，酒店擺房用嗰啲咧就20幾蚊一個。咁啊佢就話咁你大家思考下佢嗰個原因啦。一個就係喺酒店擺嘅就平啲嘅，你如果係家係用嘅話咧，就要買貴啲就好啲。咁你就去諗一諗，去思考下佢咁我都買貴啲，因為我自己用啊嘛，係攞嚟用嘅，咁佢又貴啲嘅，咁亦實有原因嘅。咁就至於佢嗰個有效期就5年嘅，咁30零蚊我當擺屋企擺5年，有啲咩真係大吉利是嘅時候，咪當睇看門口咯。咁至於佢效能，你信唔信佢嘅？咁就閣下考慮下，因為香港冇得買，係得淘寶，但係喺大陸有得買，咁你逼住要信佢，係咪真係有效㗎啦？咁30幾蚊買嚟擺5年，當係我就當係睇看門口咯。因為我之前都買咗個啦，擺咗差唔多10年咁過期，我就抌咗佢，而家再買個新咯。咁大家覺得有冇咁嘅需要，同埋想唔想買就閣下自己考慮啦。